干嘛呢？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你找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了吗？3颗痣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让我找3颗痣啊？找到他，你就可以救他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我在哪儿呢？现在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你回来了！是不是？又是在做梦。肯定是那个贱人给被干掉。叫你们平常注意打扫卫生，现在养出来的蜘蛛比我都大。我一点都不好吃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啊？我的肉特别的难吃。来人了！房主，我来救你了，房主！救命啊！房主，我来救你！房主，你没事吧，房主？我救到房主了，房主，你安全了，房主。你没事吧，房主？二当家跑什么东西？二当家被我蜘蛛踢跑了，还不快去你！照着脑袋！看着屁股！是小的。
吗？别跑啊！啊！别听话，听我说，蜘蛛最怕火了，我们烧死它！ 我是帮主，关你烧我干什么？别来了，别来了！啊，是帮主的声音！快躺下，我来救你！ 是谁说我？不是我。行啊，你想杀了我，然后当老大是不是？帮主，你七伤拳好嘞！我的七伤拳真的好了。是啊，帮主，这叫以毒攻毒。我也是为了你早日康复啊。算你嘴甜。不用谢我。春30娘呢？帮主，那个春30娘原来是个蜘蛛精哎，刚才那个大蜘蛛就是她变的。是吗？那大蜘蛛啊？这玩笑太好笑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马上，给我去！这么狠？行啊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。行，谁如果能去给我把春30娘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五岳山斧头帮2当家的位置就给谁坐。行，我自己去。反正我现在七伤拳也好了，天下无敌。帮主那边。我知道。哎，二当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会出这么多血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难道已经死了？死了？春30娘死了？当然是帮主死了啊！这儿虽然算不上什么山清水秀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2位姑娘如果住在这儿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那在下先告辞了，晚安。是不是妖精？妖啊，非常的妖，弄得我的心蹦蹦蹦的直抖。帮主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儿吗，晶晶姑娘？师姐说呢，帮主是大仁大义，侠中之侠，能交到像帮主这样的朋友，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。今天白天的事情，也请各位兄弟们都不要太介意啊。
怎么会介意呢？晶晶姑娘，有你跟春三师娘这样的美女住在我们这儿，那当然是我们的荣幸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好。这位姑娘是我的菜呀。帮主，你肯定是被她们的美色所一时迷惑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真爱。就算再过500年，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